年到，新年好，不过若是有病毒软着康胖都无好。较食洗手咧，注意个人的卫生已经真基本。不过春节虽然反强调，也是爱提高警觉。访乡也好，拜会朋友这也好，等等的，相聚的时间也不要太过于亲密，太过于进阶了哈。那我想生活还是要过。赶紧去注意，不要卖去人较侪所在。那真正要返乡看时代，爱特别注意这点。指挥中心建议，如果要拜访免疫力比较差的长者，双方最好都已经完整的接种过疫苗，而且都要戴上口罩，比较保险。过年食团圆饭，不过疫情也是咧拖。指挥中心讲要控制亲戚朋友食饭的人数，所无讲偌济人，民众拢有无同的想法。就是不要弄什么20-30个人、30-40个人都，就是什么堂兄堂妹、什么表兄表弟，然后就一大堆人聚在一起，5到6个左右吧。对，不要太超过10个人，我会觉得比较好。到底控制伫偌济人，大家人的标准拢无同，阮来问专业的医生。我想控制到几人，应该要考虑那个他们处在的空间到底是有多大。如果是可以维持社交距离的场所，比如说每个人相隔可以2公尺，那当然没有问题啊。你很多人在那个空间里面，只要间隔适当就可以的啊。只要保持社交距离，其实唔免伤过惊狂。即卖和病毒共存已经变做防疫新生活，只要大家拢做好防疫，回去厝过年都会相对安全。我是林依文，想要关注体育的朋友们，记得收看52动起来，然后还要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，赶快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